弘一法师出家之前的著名音乐家、艺术家李叔同，他也是那个画家呢，留日的呢，还有画人体的，很厉害。有人说他是离我们这个还做那个音乐，做那个很有名的歌曲，是曲还是词？好像是曲，叫宋贝。你看以前国校毕业典礼都唱的那个歌的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那个就是李叔同呢，他的音乐作品呢，宋贝很有名的。然后出家以后是律宗，律宗是严守戒律的，很不简单的，吃苦了。他要断绝跟那个日本的爱人呢，日本的妻子的感情呢，所以缘分已尽了就断绝了，断舍离，你看厉害啊，断得了厉害。然后在佛教界做三宝歌呢，三宝歌都很有名的，弘一大师。